来看国民党党主席的补选，昨是江启臣去领票，今仔日前立委吴玉生代表郝龙斌去领票。吴玉生讲，这场选举是党内的良性竞争。这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嘛来选出着党团的干部，由中生代接班林维洲顺利来当选总召集人，蒋万安来担任着书记长。前立委吴玉生代表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诈200万的现金到中党部领票参选党主席的补选，伊无认为这场选举是世代对决。这不是世代的对立，也不是世代的竞争，这是世代的整合。这个是一个具备高智慧的国民党的内部的一个整合。已经领票立委江启臣强调讲，改革一定要下民意。是未来党的这个领导工作，绝对不会只是一个人来决定所有的事情，应该是结合广大的民意，党的核心价值或者重要路线，真的有必要由下而上的来听取大家的意见。国民党嘛举办新科立委座谈会，进行党团干部的选举，除了支持江启臣的林维洲参选总调，甲郝龙斌关系袂歹，新任不分区立委郑丽文，嘛伫最后的关头决定要参选，有人当作是党主席补选的前哨战。昨天早上的时候才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去登记参选，纯粹是我个人的决定，不代表任何人。隐隐的有感觉到这样是好像是代表不同的世代，但是我要再强调一次我觉得都应该团结在一起。林维洲最后顺利摕到总调蒋万安甲林奕华分别做新会期的书记长甲首席副书记长。立法院党团国民党中生代全面接班。拍什么好法扮演在野党监督的角色，建立全新的形象。